后来赵天麟卡到分话前，宣布来退出到高雄市第6选区立委的选举，这也是接棒的人选呢。讲这打加入到民进党无偌个月市议员黄捷呼声真悬，伊敢有可能就场来救火呢？黄捷讲，一切拢看党中央，伊相信党中央会有上好的安排。另外，高雄市议员黄文益甲资深的议员郭建明拢讲，若有需要，伊嘛会承担责任。到底要安怎来布局呢？市长陈其迈讲，会甲党部讨论做综合的评估。民进党立委赵天麟拍牌形象了后，宣布退选，无缘挑战立委4连霸。严格而言，伫高雄市第6选区让出来这个位是由上来接。今年年中，入党的黄捷特红点名，敢有可能上场救火？看党中央的安排，我相信会很快凝聚共识，然后找出最适合的人选。黄捷是应该真暧昧，严格同款也红点名，伫接棒名单内的郭建明也有黄文益，两个人拢有明确的表态。长期的一个地方经营，现在地方有需要，天麟有需要，我义无反顾的来承担这个责任。尊重党的决定，我也会尊重永联会内部的建议，然后不管哪个位置，我们都准备好了，绝对会全力以赴。来看这个在地市议员，黄捷的知名度高，黄文益是和赵天麟同款拢是应援会，郭建明是伫地方顶劲真久，江焕忠也被点名，也过伊表态拒绝。选民有交代我一些任务，我必须要去完成。好，那包括是否要推动一些相关的建设。那我会扮演好我议员的角色。事实上，第6选区高山、盐埕、前金、新兴、林雅一单位啊，为2012年开始，赵天麟已经连接3届的立委。过去10多年，民进党票仓拢真稳。这边要安怎守好掉？高雄市长陈其迈是安尼讲。非常多的这个我们深耕的我们年轻世代的这个政治人物哈，那我们也会跟中央党部来做讨论，来做最后的一个决定，来推出优秀的人选。到底要找上临时来救火，可能的人选随会随会表态，都看党中央是要安怎安排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